大家好，歡迎收聽 Gen Z Book Club，我係阿立，歡迎收聽第二集。上集我哋有講過雙因素理論，普遍因素可以避免你對工作嘅唔滿意，但係又唔會為你帶嚟真正嘅快樂。真正令你對工作有熱情嘅，係同工作嘅內在內容相關嘅激勵因素，例如工作嘅成就感同挑戰性。咁今日我哋就會繼續分享由哈佛商學院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寫嘅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今次我哋會探討，當我哋知道激勵因素可以令我哋揾到工作嘅快樂同滿足感之後，我哋究竟要點樣做先可以揾到真正可以實踐到呢啲激勵因素嘅工作呢？咁喺書入邊呢，其實有建議過一個叫做發現驅動型規劃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嘅方法。唔知大家聽到個名係咪覺得好似好學術好離地咁呢？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商業嘅策略嚟嘅，不過我可以用簡單啲嘅語言去講呢，我會形容佢係一個有系統版本嘅試當真。咁當然啦，試當真喺呢度唔係講緊嗰啲 YouTube channel 啦，梗係講緊當你 set 咗個目標就即刻去實踐個計劃同埋去做實驗，然後一直試唔同嘅計劃，不斷從錯誤中學習。成個心態咧就係試到揾到個真係啱自己嘅計劃為止。而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咧，其實佢同試當真都好似嘅，佢都係一直透過不斷嘅試驗啦，去從中學習，進而修改佢之後嘅計劃。不過佢有系統嘅地方在於咧，佢好着重咧，一定要用一個低成本嘅試驗方法去驗證試驗計劃嘅成功假設。佢嘅概念咧，其實就係叫我哋唔好一開始咧就將自己嘅目標同埋計劃鎖死。因為咧，佢覺得我哋嘅計劃係會隨住進度，隨住唔同新嘅接收嘅資訊而變化。而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用最低嘅成本，不斷去調整同埋進行實驗。到你發現某一個低成本嘅試驗方法，即係你試行嘅嗰條路係真正可以驗證到自己嘅成功假設，即係真正做到啲自己想達成或者希望做到嘅嘢嘅時候，你再慢慢去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喺呢條道路上面，減低自己出錯或者揀錯路嘅機會。試想象一下，你身邊有位朋友，佢喺大公司做咗10年，都做到一個 department head 嘅 level 啦，個個都覺得佢前途一片光明。但係佢自己就覺得，雖然份工搵到錢，但日日都對住一啲公司嘅職場文化，好多官僚程序，根本完全冇機會發揮到啲佢真正想做嘅嘢，感覺好似冇咗個靈魂咁。於是佢就好想轉行做老師，教 management， 覺得教書可以影響到人，呢個就係佢嘅激勵因素 motivation factor。咁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究竟點樣幫到佢呢？作者就建議佢唔需要即刻攞辭，亦都唔需要即刻報個教育文憑嚟讀，因為呢啲嘢無論係時間同金錢嘅成本都太大啦。而佢可以首先試下用一個最低嘅成本嚟試水溫。例如佢可以利用一啲業餘時間去參觀一啲大學嘅課堂，申請去多啲唔同嘅學校講 talk 或者進行義教，又或者同多啲唔同嘅 professor 同講師交流教學嘅心得同埋意見，務求用最低嘅成本去驗證究竟呢一條道路係咪真係實踐到自己嘅激勵因素。舉例，你嘅朋友進行緊義教嘅途中，發覺原來成班落嚟落去都得個1-2個人聽書，咁到時佢又可能會覺得佢做緊嘅嘢都未必真係實踐到佢個人想對社會進行嘅影響力，咁佢就可以用一個投放好少資源嘅情況之下，都可以驗證到原來做老師未必係佢想象中咁理想，亦都未必係一條適合佢自己嘅道路。當你透過不斷嘅低成本試驗去驗證咗邊一條係真正你想行嘅路嘅時候，你就可以逐步投入更加多嘅資源去實踐你嘅諗法，行呢一條路。透過一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嘅心態，去降低你揀錯道路嘅風險同埋成本。呢一個就係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嘅原則。其實理論上嚟講呢，我係幾認同呢一個方法嘅，因為佢都係一個幾直接同埋有效嘅方式去測試未知啦，可以避免我哋真係抌太多資源、嘥太多時間喺一個唔係真係適合嘅道路上面。不過喺現實上呢，我都覺得係一個比較難實踐嘅方法嚟嘅。因為我覺得咧，當一個人可能有改變啦，或者佢想做一啲新嘅嘗試嘅時候咧，好多時一定會係直接試當真嘅，即係一定會淨係諗盡方法，我點樣可以將我想做嗰件事實踐。大家都好想快啲睇到個成果，
可能係因為即係大家都好心急啦，又或者可能係大家都有好多現實嘅考量啊，例如可能財政壓力啦，又或者可能年紀嘅考量啦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咧，好少人會真係願意花咁多時間，用一個相對旁敲側擊啲嘅方法咧，去試下究竟呢一個道路，呢一個大方向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可能亦都因為個時代唔同啦，其實而家衍生咗好多新嘅唔係真係傳統嘅職業出嚟啦。我而家好多新嘅機會咧，都未必要好似啱啱做老師個例子咁，需要好大量嘅時間或者金錢成本咧去做嘗試啊。就算我直接試當真都好啦，其實都唔係要用多好多嘅成本，但係都相對直接。攞我當時嘅自己做例子啊，就係當我發覺咧，我之前嗰份工咧搵唔到成就感嘅時候啦，咁我就冇跟本書嘅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嘅。咁其實我當初咧都冇話真係有一個好清晰嘅道路啦，但係就想俾啲危機感自己啊，逼自己去試下用其他嘅可能性去實踐自己想做嘅 motivation factor， 亦即係睇下會唔會可以用到自己嘅方法或者思想去影響到身邊嘅人。而呢一個 podcast 咧，就正正係呢一次試當真嘅實驗品。其實我途中咧都試過好幾次嘅失敗同埋嘗試，不過我又唔會覺得呢一次試當真係一次好嘥時間嘥心機嘅嘢，反而我會當係攞到一個寶貴嘅人生經驗。咁講到呢度啦，雖然我覺得呢個 approach 咧未必適合現階段嘅我，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佢都值得大家去參考嘅。始終佢背後嘅理念咧，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去睇成件事，即係我攤開成個人生面對大大小小唔同嘅決定嘅時候咧，呢個方法咧應該真係最 cost effective 嘅。因為我亦都估計唔到我邊一次試當真會不斷地失敗㗎嘛。咁我點樣投放少啲嘅資源去嘗試揾一個適合自己嘅道路同方向呢？都係我認同嘅位嚟嘅。唔知大家有冇新嘅挑戰想嘗試呢？如果有嘅話，你又會唔會考慮用呢個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呢本書嘅分享呢？亦都到呢度啦。其實作者喺本書入邊咧 quote 嘅都係一啲 business 嘅 theory 同埋 strategy 啦，咁佢亦都有引用到好多唔同真係商業嘅例子嘅，再加埋一啲佢自身個人嘅經歷咧，去將呢啲 concept 套翻落去一啲人生嘅議題啊同埋範疇上面。咁所以我覺得入邊嘅一啲見解咧係幾獨特，同時亦都係幾 insightful 嘅。咁所以我都好推介大家去睇下呢本書咁樣嘅。咁今集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多謝你收聽 Gen Z Book Club。讀書唔止係吸收知識，更係你升級人生嘅一大捷徑。我係阿立，我哋下集見。